祝龍者2026年4月總運勢，踏入2026年丙午馬年，對於生肖祝龍的朋友來說，今年整體運勢正處於一個厚積薄發、穩中求進的階段，而來到農曆4月，公曆2026年5月16日至6月14日，主要論述春末夏初之際的運勢轉換。流月自火生旺生肖辰土，形成了命理學上的火土相生格局。這個月對於祝龍人而言，磁場相當溫和且充滿正能量，是一段貴人暗助運勢回升的收穫期。不論是事業財運還是內心狀態，都容易在這個月找到新的平衡與突破口。一事業與學業借力使力，順水推舟。在事業方面，本月祝龍人的運勢表現十分亮眼，得益於火生土的滋養，你在職場上的思維變得非常清晰，大局觀與決策力都有所提升。如果你正在推動某個長期項目，或者面臨部門重組、職責調整，這個月將迎來不少正面反饋，阻力會明顯減少。更重要的是，本月貴人運旺盛，每當你在工作中遇到瓶頸或決策難題時，身邊總容易出現資深前輩、上司或合作夥伴適時給予指點，甚至是直接提供資源協助。祝龍人天生自帶威嚴與領導力，但在本月最佳的職場策略卻是 humble。謙遜與傾聽，多向他人請教，主動承擔團隊中協調者的角色，不僅能讓工作推進得更順暢，也能為你奠定更深厚的人脈基礎。對於求學或正在備考進修的祝龍人，本月定力十足，記憶力佳，只要肯下功夫，成績能有顯著的提升。而財運投資，正財豐厚，偏財而見好就收。財運方面，本月祝龍人的財務狀況呈現穩步上揚的姿態，正財運勢相當旺盛。隨住事業的順利推進，上班族有機會獲得預期中的業績獎金提成，或是迎來職級晉升帶來的薪酬調整。自行創業或做生意的祝龍人，本月客源穩定，業務量有所增長，營業額自然水漲船高。在偏財運與資產配置上，受到火生土的正面影響，本月的投資直覺較為敏銳。若之前有長期關注的穩健型理財項目、基金或藍籌股，本月是一個可以適度配置或收網獲利的時機。然而需要提醒的是，雖然運勢好轉，但切忌因一時的順遂而產生賭博、投機的心態。面對高風險的短線炒作、新興虛擬資產或不熟悉的跨界投資，仍應保持冷靜，不聽信來路不明的小道消息。理財應以落袋為安慰原則，賺到預期收益便可分批離場，避免因貪心而將獲利套回市場。三、情感與人際，感情升溫，用真誠化解隔閡。情感與人際關係是祝龍人在這個月感到最舒心、溫暖的板塊。火生土的磁場不僅帶來了外界的助力，也讓你的內心變得更加包容與柔軟，減少了過往可能存在的傲氣或防備心。已婚或有穩定伴侶的祝龍人，本月與伴侶的互動默契十足，雙方在面對家庭事務、長輩照顧或財務規劃時，能夠站在彼此的角度思考，容易達成共識。如果你們之前曾有一些誤會或冷戰，這個月是非常適合攜手出遊、敞開心扉、冰釋前嫌的黃金期。多給對方一些情緒價值，讚美對方的付出，能讓兩人的感情更加甜蜜緊密。單身的屬龍朋友，本月桃花運隱隱綻放，你身上散發出的自信與穩重，魅力容易吸引到質素不錯的異性。不論是透過長輩介紹、職場對接，還是朋友聚會，都有機會結識志同道合、觀念相近的對象。不妨保持開放的心態，從朋友做起，細水長流地發展。四、健康與心態，精力充沛，注意勞日結合。健康方面，本月火土相生，為祝龍人注入了充足的能量，整體體能與免疫力都維持在較高水平。過往可能存在的疲憊感、健康狀態在這個月能得到顯著的改善。在生理上雖然精力旺盛，
但隨住春末夏初氣溫升高，仍需防範上火的問題。本月容易出現皮膚乾燥、口乾舌燥或偶發性的腸胃悶脹。飲食上建議多補充水分，多吃新鮮的蔬菜水果，少吃辛辣油炸與過度滋補的食物，保持規律的作息，避免因工作過於投入而熬夜。在心理與情緒管理上得益於穩健的運勢，屬龍人本月的焦慮感會大幅減輕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踏實與掌控感。為了維持這種良好的大腦內分泌平衡，建議本月可以多安排一些戶外活動，如遠足、慢跑或露營，親近大自然能有效促進體內內啡肽與多巴胺的分泌，幫助你排解工作積累的微小壓力，讓心靈保持在最純正豐盈的狀態。5總結與建議。總體而言，屬龍人在2026年4月的運勢是一段順水揚帆、蓄勢登高的吉利月份。流月的生符給了你底氣，貴人的相助給了你機遇。面對這個月的平穩與好運，最核心的智慧在於珍惜順境，內斂前行，不必急於將所有的想法在一個月內全部變現，而是要借住這股好運，把現有的基礎打得更牢固，把人際關係經營得更和諧。只要你能保持樂觀豁達、謙遜務實的心態，這個月所收穫的成果與人脈，將會成為你今年接下來頂住考驗、持續翱翔的最強大後盾。